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这个中央气象署透早针对着17个县市来发布着低温特报。这个台北市卖烧豆奶的，甲这个嘉义市卖牛北来的汤的，一透早成立着公滚。啊，讲玉山的主峰，迄个步道嘛拢结冰，一寡树啊拢结出着银白色的树瓜，真水。医生特别来提醒，讲头甲颔棍是上会受到风寒的部位，这个帽啊啦、颔筋啦。 手落啊啦，甲即个袜啊，一定要甲穿好几套，穿好小，安尼较妥当。玉山主峰步道结冰，是不嘛过一沿白死色冰丝，就互人亲像来到金白色的世界。玉山气象站今仔日测到零下8度半高温，那山顶真冷。嘉义市区下早上高温嘛来到7度半，互当地古堡汤店下早升起呛困。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。早上喝热的比较舒服。对，早上一开始的时候还好，后面陆陆续续有人这样。北台湾各县市麻烦地接高温的黄是顶好，台北市下早到真侪民众特别来这啉小小的豆香。有比以前冷啊，就是今天比较干燥。会很喜欢吃豆浆，就热热的豆浆少糖这样子，可能很补。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导寒，再加上辐射冷却影响，这几天早暗的天气让人感觉真冻。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还是比较寒冷的。 要留意，局部地区仍然是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，请大家做好保暖。而至于周6选举日这一天呢，天气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，只有东半部有时候会有些零星的降雨，但是清晨呢还是会比较偏冷的一个情况。 医生嘛提醒，无论是伫咧厝内或者是厝外，拢要穿好烧，尤其这部位要更加注意。脚可以穿袜子，手可以戴手套。那头颈部的保暖，就是我们刚讲的中轴线的保暖，头颈跟躯干重要的器官都在这里。好，脑、心、肾等等。哈，颈部的话可以穿高领的毛衣。食饱穿烧拢真重要，才当伫咧高温发挥时守护家己的健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